是。三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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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！你别跑呀！快！我都已经恢复公子身份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追我？咱身边也没势力，不跑不行啊！你自个儿真的说，等等！三公主，多谢你，三公主。多谢三公主，多谢三公主，多谢三公主。城主，陈芊芊先是因为私心毁掉了龙骨，今天又擅作主张的炸了福脉，我花园城的世代基业皆毁于他一人之手，请城主赐死陈芊芊。城主，龙骨和福脉关系到我花园城千年的气运，若是想要饶了陈芊芊的性命，除非花园城再降珍宝。大胆！城主，请顺应民意呀！城主，请赐死陈芊芊。求城主赐死陈芊芊，城主请赐陈芊芊死罪。城主，请赦免三公主，三公主有仁心，爱民如子啊！城主，请赦免三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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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。若想让陈芊芊脱罪，除非再降珍宝，弥补龙骨和福脉的缺憾，否则列祖列宗不得安息。有我在，别怕。不都说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，等人走起运来，捡张废纸都能当钱使。是猛火油，是猛火油！花园城立城之本是乌石矿不假，可这猛火油可比乌石矿更为金贵吧？是啊，这猛火油又称黑水，区区一方便胜斗金。照现在这情形来看，福脉之下，却有千秋万代的财富。是三公主冒死救人，感动先祖降下符纸，三公主挖出了黑水矿，天降黑水矿，有我花园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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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他们叫你什么？三公主啊！往日众人唤你三公主，三分奚落，七分戏谑。可今日众人唤你三公主，三分臣服，七分敬畏。你当得起三公主？失落的星辰，何止是千年，是需要100万年。果然，世界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。三公主，今天你想吃点什么？山珍海味，什么贵我吃什么。是。三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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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！你别跑呀！快！我都已经恢复公子身份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追我？咱身边也没势力，不跑不行啊！你自个儿真的说，等等！哎，三公主，您跑什么呀？我不跑，我等着你们砸我。今天西红柿还挺大。对呀。三公主，您误会了，这些都是我们送给您的。三公主，之前是我们不好冲撞了您，我大哥是邻家矿上的，听说发生了矿难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是你和韩少君把他救了出来，谢谢你们啊！是，没事儿，举手之劳，举手之劳。你冒死救人，我们也没什么好报答您的。这些呀，都是我们自己家老母鸡下的蛋，这都是我们自己种的，送给您啊，送给您。哎，我来吧。这些啊，可比山珍海味好吃多了。哎，那是。谢谢。是。三公主，三公主，三公主，站住！你别跑呀！快！
我都已经恢复公主身份了，为什么还要治我？短视频也没视频，不跑不行啊！你自尊只能说，等等，哎，三公主，您跑什么呀？我不跑，我等着你们砸我。今天西红柿还挺大。对呀。三公主，您误会了，这些都是我们送给您的。三公主，之前是我们不好冲撞了您，我大哥是林家矿上的，听说发生了矿难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是你和韩少君把他救了出来，谢谢你们啊！是啊，没事儿，举手之劳，举手之劳。你冒死救人，我们也没什么好报答您的。这些呀，都是我们自己家老母鸡下的蛋，这都是我们自己种的，送给您啊，送给您。啊，我来吧。这些啊，可比山珍海味好吃多了。哎，那是。谢谢。